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頻道。今日來到筲箕灣，駕駛哥連臣角掃墓路線 9C， 一條狗屎路線。這條路線是由筲箕灣開往哥連臣角火葬場，主要服務筲箕灣及亞公岩道帶的乘客前往哥連臣角，但這條路線只會在哥連臣角火葬場設站。其他墳場例如華人永遠墳場和佛教墳場都不會停站，這條路線只會在清明節和重陽節期間服務，其他時間都不會有服務。今次用車 Volvo B8L 12米，車隊編號係5230，車牌號碼係 WN2615。由於這款車馬力較大，所以我選擇了它。至於塗裝方面，我用了光榮告別新巴的新巴波浪紋。現在先調校路線顯示牌。路線牌校好了。事不宜遲，先開門給乘客上車。下一站明华大厦。座位上如果已经安装安全带，请系扣上，确保安全。下一站亞公岩道。Next stop, Command Road。下一站阿公岩道。Next stop, Daitain Road。下一站大潭岛。
選搭乘拜拜。When you arrive to terminus, please make sure all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with you when you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with City Bus. See you.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with City Bus. See you.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with City Bus. See you. 我们已經到達終點站，下車時請謹記攜帶您的隨身物品。謝謝選長城巴，再見。到達哥連臣角火葬場，這條影片亦到此結束。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多謝收看。